Hello，大家好，我係子君啊。上次嘅一條片同大家傾到關於一個問題，就係大家移民之後到底過得開唔開心呢？咁都唔少觀眾朋友反映翻俾我聽，想我講多啲呢類型嘅內容啊。咁我諗特別係即係作為一個移民之後，除咗話日常生活有啲咩吃喝玩樂嘅好去處之外呢，我諗大家有更加多人生課題咧係想去思考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近期好多人討論，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沉重嘅課題，就係種族歧視。我諗住喺英國嘅香港人都好清楚，最近英國嘅國旗運動係鬧得沸沸揚揚嘅。而至於喺9月13號嘅 United Kingdom 嘅遊行裏面，更加有成15萬人係參與嘅。而 Reform UK 最近提議嘅移民政策更加一度話要將香港人申請永居嘅資格咧係剔除嘅。近期更加開始發生一啲嘅暴力事件啦，譬如有香港人嘅學生咧喺約克大學嗰度係因為歧視咧而被毆打嘅。種族歧視一路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到底一個人嘅行為去到咩嘅程度先至算係種族歧視呢？我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觀察到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啊，就係喺華語嘅群體當中，特別就係繁體中文嘅群體裏面啦，嚟到英國或者其他歐洲嘅國家咧，有一部分人佢會話：我嚟定居咗10幾20年咧，我都感受唔到有種族歧視。但係有部分人咧，就我一落機第一日咧，我就覺得自己係俾人種族歧視啊！明明佢哋去嘅係同一個國家，而佢哋本身亦都係同一個種族，到底一部分人太過玻璃心，覺得任何其他人對佢唔友善嘅行為都係種族歧視啊？定係還是一部分人太過遲鈍，人哋種族歧視咗佢，佢都唔知咧？所以今日又會同大家一齊嚟睇下，反映住人生百態嘅 phrase， 到底喺華語群體裏面，大家有啲咩奇異嘅經歷同埋特別嘅見解呢？咦？OK，呢個香港人嚟嘅，好有趣嘅議題喎。原來有啲人嘅眼中咁樣都算係種族歧視嘅。啲人成日問我嚟咗咁耐有冇試過俾人種族歧視，我話冇。但係如果俾唔識嘅人打招呼 Konnichiwa 都算係歧視嘅，我應該俾人歧視過 N 次啦。一時咧就係 Konnichiwa，一時就係、我唔知呢個係咪안녕하세요，我當係啦吓。我自己會覺得係對方嘅認知不足，所以會係咁樣，唔關歧視事，唔怪得知有啲人會覺得外國歧視好嚴重，而我自己住咗3年一啲都唔覺啦，根本就可能係對歧視嘅認知唔一樣。咁啊講緊係一個咩嘅問題呢？原來就係回應緊呢一條嘅片段啊。我在澳洲被 Woolies 的店員種族歧視，而這個店員在每次我經過的時候，都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他用日文跟我打招呼 Konnichiwa， 這不是一個很尊重人的行為。我問我的同事說，這樣算不算一種種族歧視？而我同事說，這是一個非常沒有禮貌的行為，而且的確是種族歧視沒有錯。所以在第二次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沒錯，第二次同一間店同一個人，馬上去找他們店經理反映有這件事情發生。那位店員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他說他也曾經被自己的同事種族歧視過，但他很驚訝這件事情居然發生在顧客身上。店經理來的時候，他說他知道是誰，那他會再找他聊聊，謝謝我跟他說。我不知道這樣子的處理方式算不算對，但我只覺得如果這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第二次的話，那一定也發生在其他顧客身上。我不覺得這是一個被允許的行為，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有必要認真的跟他們的團隊反映。相信呢個係一個台灣嘅網民啦，覺得唔舒服嘅地方就係有店員見到一亞洲樣嘅人咧，就用日文同佢打招呼。咁呢個100%係一個嘅刻板印象。而至於香港人嗰個嘅回應咧，就覺得人哋只係純粹唔識得分亞洲裏面嘅唔同種族啫，呢個唔構成一個種族歧視嘅。估唔到香港國際城市仲有咁多人同台灣人一樣對種族歧視咁低認知，最尷尬係人哋串完你之後，香港人仲笑笑口同人 say hi， 無啦啦做乜要抬高香港跟住貶低台灣呢？我真係好冇意義啊！呢樣嘢唔尊重對方亦係種族歧視，就好似啲本地人有時見到我咧就會講你好你好咁樣，語大興奮好似好好玩，但係我就覺得好 offensive 啦。佢點解會覺得我聽得明中文呢？因為佢下意識已經歧視緊我係 Chinese，所以咧係唔識英文，所以就喺度你好你好。呢個係
好平常會發生嘅，係其中一個最複雜嘅種族歧視嘅問題嚟嘅，就係佢用緊你嗰種嘅語言，到底佢係一種友善嘅打招呼，定還是佢係戲謔緊你嗰種語言？好似有人會咁諗啦，我喺歐洲同其他人 say hi 或者 hello， 咁但係佢可能係法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東歐 somewhere 人，咁人哋會唔會覺得我係歧視緊佢 suppose 咗佢係英國人呢？咁啊，其實都係想打個啲招呼啫，係咪諗得太過複雜呢？呢個問題好似同你好係一樣，但係又有好大嘅分別，就係首先英文就係一個相對嚟講就係一個通用嘅語言啦。當你大家都唔知對方係乜嘢人嘅時候咧，咁嗰個預設嘅 language 咧會係英文嘅。我相信呢個係世界通行嘅規矩嚟嘅。如果你唔識嘅，你可以 Google 下咩係 casual racism。我睇到都好晒嘴啊！如果咁樣都要歧視我，有時返工見到個韓國籍醫生都特登一黑死我仆街啦！我歧視咗人添。我喺香港俾店員講 Hello，Thank you，Sir，Bye bye，一係就俾人講謝謝你啊，咁算歧視嗎？我喺香港俾香港人用普通話同我講嘢，我係感受到受傷多過歧視嘅。呢個我都試過。我有一次喺倫敦嘅一間 cafe， 有一個香港嘅女士用普通話問我點樣排隊，我嗰刻就到底我做錯咗啲乜嘢？係會受傷嘅。樣樣都當人歧視行先會自己唔開心，同搞到自己得罪全世界，寸步難行啊！我會睇對方態度再去分，真係唔知咪教下佢，真係歧視就唔好理佢。我覺得其中一個好緊要去分辨佢嗰個行為到底係咪種族歧視呢？就係究竟佢會唔會用類似嘅方式對其他種族做同一樣嘅嘢？譬如有啲戇居仔佢會走埋嚟係咁同你你好嘅，咁到底佢平時會唔會追住其他睇落拉丁美洲嘅人走去同佢 Hola 咁樣？好似呢位網民所講啦，佢話佢住喺英國啊，喺城市區域見到鄰居係會打招呼嘅，用翻英文。咁但係一般喺街咧，其實你就唔會無啦啦對一個唔識嘅人打招呼。True，呢個係嘅。咁亦都揾唔到任何理由點解對方要無啦啦同我一個亞洲人用一啲唔知對方識唔識嘅語言去打招呼。即係換咗個角度諗，你喺香港見到一個外國人喺條街度，你會唔會突然之間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同佢打招呼呢？咁樣，所以歧視呢個問題之所以複雜，就係有主體同受體，咁你就可以畫到四格出嚟。對方歧視你，你感受到歧視；對方歧視你，但係你感受唔到歧視；對方冇歧視你，但係你感受到歧視，或者對方冇歧視你，你亦都感受唔到歧視。喺中間嗰兩格就係 Threads 上面最多人去爭論嘅一點嚟嘅。好似呢位朋友嘅分享啦，佢就話自己喺歐洲1年半啦，但係都從來冇試過好似今次喺意大利咁樣短時間之內遇到咁多嘅種族歧視，而係好當面直接嗰一隻啊。咁啊就話行喺路上面有人對佢發出喵嘅聲音，咁啊一開始就不以為然啦。咁啊後嚟去到另一個地方咧，都有一個小屁孩就對佢喵喵喵咁叫，咁啊先至發現咧，原來佢喺度模仿緊我哋中文你好嘅聲音，覺得咁樣好好笑喎。咁啊以前就以為歧視就只係得呢個 ching chang chong 啦，原來咧而家都有呢一種嘅版本嘅。咁一嚟佢可以 defend 自己就話我同你講 hello 啫嘛，我唔係歧視你啊咁樣。咁所以對方嗰個態度同埋方式係好緊要嘅。冇諗到第一次遇到嘅種族歧視，居然會喺英國啊！琴晚同男朋友買完晚餐返屋企嘅路上咧，咁啊突然之間見到男朋友嗰個眼神很不對勁，咁啊一路咧望住佢身後嘅地方，仲俾出一個拳頭嘅手勢啊！咁原來話有2個白人嘅女孩子，咁啊一路咧經過佢哋旁邊，一路咧就哼住中國抖音上面戲曲嘅配樂，跟住一路喺度清倉清倉咁樣嘅。跟住男朋友話咧就見佢細路就唔同佢計較啦，等佢遇到比較兇狠嘅亞洲人咧就識驚噶啦咁樣。咁佢問翻佢，咁咩？你個拳頭手勢係想嚇佢？佢話原來本身想俾中指
但係咧就忍住咗，咁所以就變咗俾咗個拳頭啦。即係我一路都覺得London 會係一個真係好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嘅地方啦。對於亞洲人嘅，你話刻板印象，又或者係種族歧視都好咧，我係見到嚟自即係白人反而比較少啊，反而真係一啲嘅你話可能南亞裔啊，或者係非裔嘅人咧，可能係會做得更加多嘅。即係以我自己親身經歷嚟計啦，或者其實好多小朋友咧，佢唔覺得咁樣做係種族歧視，佢覺得咁樣好好玩、好得意，覺得要喺身邊啲朋友威嘅，巴閉咯，英雄主義。搭馬。咁既然如果佢唔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嚴重嘅種族歧視嘅行為嘅話咧，咁我覺得都應該俾佢哋有翻同樣嘅感受嘅。當然啦，以下嘅建議咧，大家都要判斷翻當下嘅情況係咪安全，同埋對方有冇危險性嘅。如果你遇到一個南亞裔嘅人對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可以用一個非常之友善嘅眼神同埋態度同佢講一聲 Namaste。如果你見到一個非裔嘅小朋友咁樣做嘅話咧，你可以用一個好尊敬、好敬佩嘅眼神同佢講一聲 Wakanda Forever。如果你見到一個係白人英國 local 嘅小朋友咧，你可以用一個非常之關懷嘅眼神同佢講 Oh dear, are you bored? You look so dry. Do you need a bottle of water?喺英國嘅 Netflix 睇到 Harry Potter， 但係喺香港就睇唔到呢一個係咪差別待遇呢？冇錯，呢個就係串流平台嘅差別待遇啊！呢個時候你就需要 Surfshark VPN， 好多串流服務例如 Netflix、Disney Plus 都會根據你嘅地理位置限制可以觀看嘅內容。例如喺英國嘅 Netflix 就有好多可以無限 look 嘅經典系列，例如哈利波特全系列、Big Bang Theory 同埋 Friends， 但係喺香港就會睇唔到。相反喺香港大熱嘅一啲韓劇、動漫、港產片喺英國就未必揾得到啦。利用 Surfshark VPN， 你就可以模擬身處喺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繞過呢啲平台嘅地理限制，隨時訪問唔同地區嘅串流內容，甚至欣賞地區限定嘅體育直播賽事或者線上遊戲。另外，公共 WiFi 嘅安全問題都唔能夠忽視啊！無論喺英國定係出國旅遊，如果你經常需要依賴公共 WiFi 嘅話， VPN 就更加係你保護私隱嘅必需品啊！ Surfshark 喺超過100個國家或者地區設有3000幾個伺服器，確保你可以輕鬆瀏覽唔同地區嘅網站同埋內容。佢亦都唔會追蹤搜集或者分享你嘅個人資料。最重要嘅係一個賬號就可以喺無限個裝置上面使用。立即點擊我嘅專屬連結 surfshark.com/之君，又或者輸入我嘅優惠碼之君，就可以獲得額外4個月嘅服務。一齊用 Surfshark 去打破地域界限啊！呢個係嚟自一個月亮嘅 Fresh 嘅，係喺英國整月餅嘅一個組織啦。咁啊就話早排有一班嘅街童咧踩單車經過佢哋工場，咁啊不斷咁樣拍佢哋門口，咁所以去了解一下啦。咁啊全部即係20個細路，20個細路好多，好驚險喎呢個，全部都係考唔到 A level 嘅，咁啊相信嚟講都係一啲 rough 啲嘅區，或者一啲家庭背景 rough 啲嘅小朋友啦。咁佢話佢哋除咗咧對我哋一番問候之外，咁啊就喺度質疑緊佢哋係咪做緊嘅一啲月餅咧係落咗狗肉嘅 Chinese food 咁樣。咁啊經過一輪嘅溝通之後咧，佢哋開始放下敵意喎，咁啊願意了解咧 Hong Kong is different from China 咁樣，笑中國人食狗肉係幾多網絡上面會攞嚟攻擊中國人或者亞洲群體嘅一啲說法嚟嘅。咁我諗佢就算幾無知都好，幾冇讀過書都好，佢都唔會覺得即係一個嘅工場會即係好得閒咁樣喺英國揾好多隻狗殺咗佢，之後加入啲月餅嗰度嘅。咁呢個都幾大可能係種族歧視啦。咁但係我覺得哇，好厲害嘅一點就係佢哋竟然肯傾偈喎。咁我覺得原來都唔係冇得救嘅呢一樣嘢，嘗試去溝通，其實都有機會係消除到一啲嘅歧視嘅。
佢下面補充啦，就話當大部分英國人都唔識得分你好同埋你好嘅時候咧，就真係唔好咁天真，覺得 uneducated 嘅人咧係會識得分 Hong Konger 同埋 Chinese 嘅。冇錯，我都好認同係其他人係冇義務去理解我哋究竟係香港人定係中國人。雖然我哋話好多時候一啲嘅歧視係出於無知啦，佢唔了解我哋嘅族群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又有冇去了解過其他嘅族群呢？咁你又會唔會去了解印巴衝突呢？你又知唔知道呢個北馬其頓同埋即係希臘之間嘅一啲衝突係啲乜嘢呢？咁樣，所以人哋本身係冇責任同埋義務去理解你呢個族群嘅。我覺得都要睇時間同埋時機，或者你係真心去諗住識一個朋友去同佢講翻我哋嘅文化同埋歷史背景嘅話呢，咁係可以盡量去做嘅，但係都要理解人哋嘅不理解啦。今日又遇到職場上面赤裸裸嘅種族歧視啊！咁啊，話說公司有個買假嘅 scheme，可以前一年額外買定出年嘅假期嘅。佢個女白人經理咧自己額外買咗10日假，另外一個白人同事咧都買咗額外嘅10日假。咁佢只係想額外買多5日假咧，都唔批准喎。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同另外一個同事有 carer responsibility， 而我冇，咁所以咧就唔能夠 justify 佢額外買假嘅原因。真係好黐線啊！係有個差別待遇喺度嘅，佢覺得白人就請到假，佢自己就請唔到假。Carer responsibility 就只係一個藉口嚟嘅啫。咁但係英國職場上面確實係對於照顧者係會有比較多即係友善嘅政策嘅。呢部分有啲難入落去種族歧視嘅。咁除非你係長期感受到佢哋對你係有一種差別嘅待遇，或者可能工作分配係不平均嘅。但都有可能係因為 carer 嘅問題，咁呢度就可能牽涉咗兩個部分，就好難一下子駁取話佢係種族歧視嘅。呢個講緊都係英國嘅生活啦，就話最近版上咧有人遇到種族歧視，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有色人種遭到歧視，咁但係原來咧白人都係會歧視白人嘅喎。咁啊，朋友咧就係一對波蘭嘅夫妻咧，住咗喺英國好多年噶啦，有白領工作，亦都唔係勞工階級。咁某日佢哋喺 Asda 停車場咧，同一對純白人英國夫婦傾緊偈。咁啊，傾咗成個鐘頭之後咧，咁啊波蘭朋友就覺得可以繼續聯絡去做朋友啦。咁但係點知冇諗到咧，人哋對方喺告別嘅時候就突然之間問佢哋：你哋幾時先至滾翻去你嘅國家 ？OK， 我諗。英文就冇滾回嘅，我諗可能係when would you get back to your country 咁樣啦。咁呢個就好奇怪喎，即前面傾得好地地咁樣，傾到咁耐就係你唔介意同佢接觸或者對對方嘅生活係有興趣先啦。咁呢一個本身對於佢個種族可能係冇太大嘅意見嘅，佢比較大嘅意見就係你嚟咗英國生活，呢個就有機會係其中一個最大而家嗰種反移民或者排外嘅情緒嘅來源。我諗英國一直以嚟太多移民、太多元文化，甚至制度上要求一啲英國本土嘅人去擁抱呢啲多元文化咧，正正就係造成今次英國嘅反移民嘅浪潮啊！好似英國嘅國旗運動嘅元氣咧，某程度上面咧都係一種逆向嘅種族歧視嚟嘅。咁話說今年7月份嘅時候咧，一個13歲嘅女仔咧就着咗一件以英國國旗為主題嘅連身裙，返學校參加1年1度嘅文化慶祝日嘅活動啦。咁但係點知咧，佢返到學校之後咧，就俾學校話佢。唔該，你着翻一啲傳統嘅民族服飾嚟啦。咁你着住英國國旗嘅裙咧，就展示唔到呢種多元文化啦。咁佢就覺得好不解啊，因為佢準備咗一篇咧係關於英國文化對佢亦都好有意義嘅一篇演講。咁但係佢就冇機會係發表嘅。咁而且佢一翻到學校咧，見到佢仲有一個咁樣嘅英國國旗出現咧，咁就即刻帶走咗佢，同其他同學係分開，然後咧就叫佢翻屋企。咁佢翻到屋企就同佢阿爸講啦，佢因為英國國旗同埋英國嘅歷史而感到自豪。咁但係而家咧
就搞到佢好似做錯咗嘢咁啊！咁呢一位女生嘅爸爸咧就開咗個 WhatsApp group，咁就鼓勵大家咧喺英格蘭嘅中部嘅城鎮裏面就係懸掛國旗咁樣。咁呢個信息咧擺咗上社交媒體之後咧，就收到嚟自英國以至海外成千上萬嘅一啲支持佢嘅貼文，咁亦都開始咧係引發咗唔同人都喺街上面喺自己屋企嗰度係掛上英格蘭旗同埋英國國旗嘅。呢個而家演變成為一個反移民排外嘅一種運動咧，個緣起就係在於自己嘅文化係遭受到好大嘅侵害，甚至乎我着翻自己國家嘅國旗嘅服飾都係唔被容許嘅時候，咁你好難怪身處喺呢塊土地嘅人係咁需要去高舉翻呢一個嘅旗幟，去做翻即係真真正正嘅護旗手嘅。我好同情呢一個嘅小朋友嘅遭遇，但係我都唔太清楚我點樣可以令人諒解。我需要嚟到呢個地方生活。啱啱嚟法國嘅時候咧，同個巴基斯坦裔朋友去飲咖啡啊，咁但係隱約咧感受到個 waiter 係歧視佢哋嘅。咁啊，佢嘅朋友對歧視下嘅注解就係It's his problem， 意思咧就係嗰個 waiter 嘅心理問題，同我哋無關。你行得正嘅話，就唔需要在意其他人嘅眼光。喺國外咧，遇到啲咩不爽嘅事情咧，一定要發聲維護自己嘅權益，佢哋反而會覺得你係有種而尊重你。咁啊，即係佢分為兩部分啦。對面真係種族歧視嘅話咧，唔需要太難受嘅，即係本身作為一個亞洲人係冇錯噶嘛。第二個一點都係重要，即係維護翻自己嘅權益。即係你覺得有唔妥嗰件事，問佢咯。Is there any problem？ 我都問翻佢嘅時候，佢答唔出咧，佢自己都怯嘅，咁我又唔傾向就係第一句得埋去就係 Are you racist？ 因為呢個喺歐洲國家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指控嚟嘅，亦都件事有機會係升級得好快。咁我覺得問佢究竟你有咩問題，你可唔可以話翻俾我聽，點解你要咁樣對我？咁有時候我見到有一啲第一眼佢望住你，可能佢會諗你識唔識英文，佢係個樣係有啲嘅不耐煩，佢唔知點同你開口嘅。咁我都試過有一次去一間幾高級嘅 tea 啦，咁即係我真係甚少去高級地方嘅，咁但係即係同朋友慶生啦。咁我去到個 reception，咁嗰個人第一下就佢冇即時打招呼，跟住可能其他人嚟到佢會比較熱情嚟打招呼，咁佢冇同我即時打招呼。咁而嗰一刻我亦都等緊個朋友，咁我想同埋個朋友一齊入座，咁但係等咗一陣都未見到個朋友啦，咁場面開始有啲尷尬啦，企咗喺度，咁我就即係終於同佢打招呼啦，咁佢即刻即係都笑容可掬。我諗佢第一下唔知點同你打招呼嘅原因，好可能係佢諗緊你識唔識英文。有啲人會覺得見到亞洲人就假定佢唔識英文，呢一個係一個種族歧視嚟嘅，但係我估呢一個更加多程度上係有機會係基於佢過去一啲嘅經驗，可能佢見到一啲中國人嘅樣，佢嚟到係真係唔識講英文嘅，可能或者係真係嗰個態度係比較上粗魯嘅，咁可能喺你未開口講嘢之前咧，佢已經有咗一個觀感就係有機會麻煩嘅呢條友，咁但係你開始真係同佢講嘢，真係同佢傾偈，咁佢哋會好樂意去介紹佢嘅 menu 嘅。我個人咧就比較冇品嘅，有時會特登酸回去，即係串翻去轉頭啦。例如，如果即係故意忽略唯一一台亞洲人嘅餐廳，我就會同個服務生講話，其實我哋英文都 OK 啊，我哋等咗40分鐘咧，相信我嘅口語能力咧都進步咗啦。我呢個英國應該好受用，呢個即係英式幽默嗰一種，佢應該會好欣賞你，佢應該即刻個態度大變咯。有時候可能係自己諗太多啊，或者嗰個人咧嗰日冇瞓好，或者便秘，唔代表咧係針對種族。我都試過有一次係我本身以為係種族歧視嘅事件嚟嘅，咁話說就去到一間都比較郊區嘅 pub 嗰度啦，咁嗰個 waitress 咧就係一個都幾年輕嘅，相信應該係 Gen Z 嘅，咁有時即係 Gen Z 嗰個態度就係即係其實佢對全世界佢都歧視噶嘛，至於佢埋到嚟個樣咧就已經係黑口黑面噶啦，咁啊大家點完餐啦，咁啊又點埋嘢飲啦，漏咗同個小朋友就點杯水喎咁樣，咁屋企人就即係叫翻嗰位 waitress 過嚟，即係就話想同小朋友點杯水，跟住佢一句得埋嚟 ，Oh my God，she's so cute，第一句 Oh my God 以為
佢係覺得我哋好煩啦，無啦啦喂搞錯點完再叫我翻嚟點多杯水，咁原來佢話 Oh my God 係話嗰個 BB 好可愛，原來嗰日係真係唔舒服嘅，佢話佢即係全日都頭痛唔舒服咁樣樣，咁啊所以就即係唔係太精神咁所以有時即係唔好諗太多，會比較上會令自己舒服一啲啦。New York 好多人就係一臉厭世嘅。我諗喺香港大家應該好習慣，所以即係唔需要去到外國就覺得點解佢個樣咁衰咁樣。有啲人咧就係對溝通障礙覺得厭煩嘅，但係無論如何咧都唔係你嘅問題。佢話如果唔會再見嘅人，重點咧其實就係唔好令自己唔開心。如果你串佢嘅話會比較舒服嘅話咧，你就可以 be snobbish 啊，語氣同態度咧就會決定個效果同你自己嘅爽度嘅，係即係都係以自己舒服為目標啦。如果係職場咁啊點咧？問題就比較嚴重啦。嗱，尤其是如果有啲嘅避唔開嘅直屬啦、同 team 啦。最好就係約 one on one，然後證實自己嘅感覺。有時有啲人係冇自覺嘅，咁啊就可以考慮俾對方去了解你，希望咧彼此點樣去互動嘅。可能佢有時覺得嗰啲嘢係好玩嘅、好笑嘅，諗住咁樣講你唔介意，咁但係其實你介意嘅話，而對方佢唔係話好惡意嘅話，咁係應該同佢單對單咁講，咁你亦都唔好話喺成班同事面前咁樣講，公開指責佢係 racist 嘅話咧，咁亦都令佢好難落台。咁one on one 同佢講翻自己感受嘅話，應該係最直接嘅方法嚟嘅。好，下面啦，如果你感受到嘅係單純嘅惡意嚟嘅啫，即係佢唔係開玩笑，唔係玩嘅，純粹係玩針對嘅話咧，咁就要採取幾個步驟啦。通報 HR，爭取轉 team，咁啊更加多細節佢會再分享。報 HR 最有效嘅方法啦，我相信去到呢一步就應該係有機會你覺得佢單純地即係充滿惡意啦，又或者係可能本身你同佢溝通過，佢依然係冇改善嘅，咁而你仍然係好唔舒服嘅話咧，我諗 HR 去處理應該係最好嘅方法嚟噶啦。我嘅韓國朋友當年喺澳洲留學，咁有個白人揸車向住佢嘅朋友講 Fuck you Asian， 我個朋友咧就大叫回應 Thank you。呢個係咪一個另類嘅手法，令到嗰個種族歧視嘅人即係殺佢一個措手不及咧？鬧翻轉頭咧，好似拉低咗自己嘅檔次，唔出聲咧，又忍唔住到頸，好似即係霸氣盡失咁樣。即係如果人哋 F word 跟住你 Thank you， 好似太過點啊，即係感謝佢對你做呢一樣嘢。我會可能用God bless you 咯，下面嗰句就係你睇住啊，天收你啊！喺葡萄牙俾人種族歧視好委屈，咁話說咧要搭 overnight bus，咁而嗰架巴士個行李個位咧就高過膊頭，示意圖如下，就係咁嘅樣嘅，去到呢一個高度咁樣樣。咁就唔夠力抬上去啦，咁所以就問個司機啦，Can you help me please？ 咁樣，佢翹埋對手好惡咁話 no 咁，然後一輪嘴咁鬧咗啲我聽唔明嘅嘢，直至去到落車嗰陣咧，就見佢幫晒前面所有人搬行李落嚟，唯獨咧就係唔搬我個行李。嗰刻咧，我先知原來係歧視我啊！覺得好委屈，翻到 hostel 咧就唔小心流咗2滴眼淚嘅咁樣。留言有啲就話因為佢講咗 can't you， can't you 就唔夠禮貌啊，有啲即係命令嘅意思咁，好似用 can 就冇咁好，用 could you 會好啲。by the way 我都係英文差，所以就唔覺得係歧視。有時覺得華人成日覺得自己俾人歧視。By the way 唔係淨係話你，個事實就係佢幫晒其他人搬之後，佢冇幫呢個香港女仔搬，用呢一句說話就去抹殺咗成件事，我又覺得有啲唔公道嘅。佢哋好 care 有冇打招呼先嘅，唔知你有冇同個司機講 hello 或者 good morning sir，blah blah blah。個原 po 就話哇嚇親，有咁多人留 comment。
佢就話其實佢係有事前打招呼嘅，有講 hello，但係即係對方就冇應佢啦，一路都即係都唔該前唔該後嘅，咁啊自己試過真係搬唔喐咧，先至問佢幫手嘅啫咁樣。咁啊睇完啲 comment，覺得網絡世界嘅威力好強勁啊！原來 blame the victim 呢樣嘢聽就聽得多啊，真係實實在在發生喺自己身上面咧。而同時又有啲好有愛三觀正嘅留言存在，就覺得好有趣。我諗網民普遍嗰個生態或者心態都係咁樣樣啦，即係你發生一啲嘅問題，可能會質疑咗你先嘅。我唔知有冇崇洋嘅趨向喺度啦，咁但係佢可能會否定咗你第一個感受先嘅，反而問咗你係咪你本身冇禮貌啊？係咪你本身樣衰啊？你本身大聲講嘢啊？或者你自己諗多咗啊？咁樣，跟住我就咁睇，即係如果佢又唔該前唔該後，全程都好有禮貌，我諗作為葡萄牙人真係唔好 care 你究竟係 can you could you may you would you 呢一啲嘢咯。咁啊只可以承認就係有部分人係有呢一種嘅傾向。咁但係問題喺佢身上，始終都係。如果呢啲情況，通常以我咁細粒嘅樣子咧，我會扮到好可憐，我會扮到我就嚟窒死啦，我就嚟唔掂啦。如果個司機都係唔幫手咧，咁會有啲即係正義之師咧，係走埋嚟係會出手相助，咁反而會覺得個司機係有問題嘅。呢個叫楚楚可憐嘅好處啦。平時倫敦生活就冇乜種族歧視嘅，以為其他地方都差唔多啦。但係想去英國中部2日咧，就已經咧咩晒鬼啦。下條街咧，有2個10零歲嘅人走埋嚟 ，Open your fucking eyes。咁啊，上火車揾咗個位準備坐啦，旁邊嗰個唔多友善，細聲講咗句 fuck off， 覺得好小事，但係感覺咧小城市就真係唔多友善啦。我普遍都係覺得啲僆仔係覺得咁樣好威嘅，唔理其實大部分情況都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口痕嘅你可能咪講一句you blind， 我冇擘大眼你盲添。好好奇想知中部邊個地方，去過 Redditch， 基本上全白人區，一般人嘅目光態度唔算太友善。喺 Redditch 返個工，狗眼看人都係一見到華人咧就即係西晒面啦。聽到有啲驚啊！呢個地方 Redditch 有冇觀眾去過呢個地方或者嗰度生活啊？其實幾搞笑，一啲喺小地方生活嘅鄉下人究竟係哪來的自信啊？咩意思？即係倫敦大城市嘅人就可以有自信去歧視人？正就係佢唔係生活喺大城市，佢先至對外咁排斥啫嘛。即係人哋同你講小李就係種族歧視，咁香港日日都上演啦。咁其實樓主喺外國比外國人少就係入種族數。喂，佢話 open your fucking eyes 喎，咁都唔係，咁你俾碌蕉黑人佢都會想打你啦，係話？我諗去到呢啲即係咪咪眼啊，或者叫你擘開隻眼就相對明顯係針對亞裔人士嘅說話嚟嘅。咁當然可以，你有其他意見覺得我需要唔需要去 care 佢哋嘅，或者覺得應該即係個自尊心強大一啲，唔好下下即係拎出嚟冤嘅咁樣。咁但唔代表佢本身講嗰番說話係唔牽涉種族問題啊嘛。我覺得喺華語圈裏面本身去討論種族歧視呢個問題咧，就唔係淨係講緊話而家俾白人或者其他種族嘅人歧視有幾嚴重喎，係本身大家自己點樣看待種族歧視呢一樣嘢，都有一個頗大嘅分歧嘅。我諗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就係真係某國嘅人會比較多攞種族議題出嚟係說事嘅，可能覺得真係有咩事都會牽涉到係咪你睇唔起我哋，甚至乎自己有做得唔啱唔符合當地文化嘅啲地方，都會覺得人哋係種族歧視緊自己嘅。咁所以種族歧視俾某部分嘅人係即係泛化咗個問題嘅時候，落到去究竟一啲實質嘅行為係咪種族歧視呢個討論呢？喺華語圈內部咧都會有一個頗為大嘅分歧嘅，即係去到呢 Open Your Eyes 呢啲，即係相對明顯嘅針對亞裔人士嘅說話，都覺得即係咪你自己諗多啊咁樣？始終
嚟到歐洲生活喺歐美地區，嗰個親身經歷你第一下嘅感受有定係冇，係會比較明顯嘅。咁啊，翻返去一個問題咧，就係種族歧視呢一樣嘢到底係點樣定義咧？係咪都係感受嗰個人係真係覺得被冒犯，係因為種族而被冒犯嘅話，咁呢個就係屬於種族歧視咧？咁其實國際上面對於種族歧視咧，都係有一個相對嚟講清晰同埋明文嘅定義嘅。呢個就係嚟自咧1965年通過嘅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啊。公約嘅第一條咧就將種族歧視定義為基於種族、膚色、血統、國籍或者族裔出身而具有剝奪或者損害人們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者任何公共生活領域平等享有或者行使人權與基本自由嘅目的或者效果嘅任何區別啦、排斥、限制或者優待嘅。所以呢個定義咧，相對嚟講比較都廣泛嘅。咁但係佢限緊嘅都係一個公共生活領域嘅範圍裡面嘅。咁如果你話一般私人之間嘅接觸，即係話喺街鬧你啊，咁如果佢真係作出一啲即係傷害他人人身安全嘅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呢個有機會牽涉到嘅咧就係 hate crime。根據英國嘅公共秩序法1986第18條至23條咧，如果對方嘅言論或者行為屬於威脅或者辱罵，並且佢嘅目的係在於激起嗰個族群嘅仇恨，或者係當時及當地嘅情景底下被認為可能激起種族仇恨嘅話咧，即構成刑事罪行嘅。而根據犯罪與社會秩序法1988第28條規定咧，普通嘅罪行例如襲擊、恐嚇等等嘅行為，如果係基於種族嘅動機底下實施，就會係屬於 aggravated offence。譬如好似刑事毀壞咁，喺一啲中式嘅快餐店嗰度噴上一啲種族歧視嘅字句嘅話咧，都係會屬於仇恨犯罪嘅。但係如果話未去到咁嚴重嘅，如果喺公共生活領域裡面感受到有差別待遇，又點樣去分別呢一啲歧視呢？一般歧視嘅定義咧，除咗騷擾同埋報復行為之外咧，亦都有直接歧視同埋間接歧視嘅。直接歧視咧就包括係有一啲明確嘅偏見啦，譬如公開嘅一啲對種族上面嘅敵意，會有差別嘅對待啦，譬如有一啲較差嘅服務或者態度，甚至乎係機會同待遇嘅。而間接歧視咧就係講緊一啲睇落係中立嘅做法或者規定咧，實際出嚟嘅效果係會對特定嘅族群造成一啲不成比例嘅不利影響嘅。咁係咪真係要支持 DEI 啊？以最終種族比例嘅結果為目標咁樣去招聘，而唔係根據能力去招聘，呢個係咪就係消除種族歧視嘅最佳解呢？其實喺美國嘅法庭裏面咧，都處理過類似嘅個案嘅，例如喺 Greece vs Duke Power 嘅呢個案件之中咧，當其時 Duke Power 呢間電力公司咧就用咗 IQ test 同埋高中文憑呢兩個準則嚟到進行招聘啊。雖然個過程之中好似係中立同埋公平，咁但係結果咧就導致黑人嘅應徵者咧不合格比率咧係高於白人嘅應徵者。而最重要嘅係 IQ test 同埋高中文憑咧，對於本身嗰個工作崗位咧係並冇直接嘅關聯嘅。法院嘅判決咧就指出啦，無論個僱主係有冇意去歧視都好咧，最終嘅結果係對於特定族群係造成不利影響咧，呢個已經係構成歧視啦。1991年咧就通過民權法嘅修正案，原告只係需要提出不利影響嘅情況，而僱主咧要去舉證翻呢一種嘅不利影響係同工作職位相關同埋基於企業經營嘅必要性嘅。所以 DEI 都係有問題啊！好似一啲大學嘅招生過程裏面，為咗達到種族多元而夾硬去扣減某一啲種族嘅分數，呢個本身就唔係基於翻個學生能力而去錄取，呢個本身應該係大學招生嘅其中一個必要嘅條件嚟嘅。而更加值得思考嘅問題，到底呢個做法係有冇逆向歧視嘅問題呢？咁所以一啲大學其實都陸續取消咗呢個做法㗎啦。所以如果以美國嘅法律作為參考咧，其實一般人喺職場上面或者公共領域上面咧，你只係需要 prove 到自己係受到不公平待遇咁就得㗎啦。即係咪因為種族嘅原因咧？呢個就係會交由法庭去處理嘅。即
即係當然喺一般生活上面遇到嘅一啲不禮貌對待啊，你都冇可能話下下就報警啦。咁所以好多情況，即係你唔話當下去反擊嘅話，或者冇咁嘅條件同能力去反擊嘅話，最重要嘅都係即係心理上面嘅調適啦。即係如果你話種族歧視係一種佢哋對我哋種族嘅一種無知、一種嘅偏見嘅話咧，我哋唔去了解翻佢哋點解會有呢一種偏見嘅話，背後嗰個深層嘅歷史原因嘅話咧，呢個會唔會都係另一種嘅無知呢？了解咗之後，嗰個心態上面會唔會比較容易可以調適得到呢？所以如果你出街話見到啲英格蘭旗，你覺得開始有啲 offence 嘅，你會驚嘅咁樣，咁背後其實係佢哋嘅文化都係被侵害緊。如果有咗呢個同理心之後咧，你相對係會理解點解佢哋會咁做。而我覺得亞洲群體相對 African 嚟講咧，係比較難係作為一個整體去對抗呢種對 Asian 嘅憎恨嘅。你自己對歧視呢一樣嘢都唔能夠有一個共識嘅話咧，你係好難向外去 fight back 嘅。相對整個非洲大陸，佢哋都係經歷過被殖民，成為黑奴，去被賣去歐美國家呢一段嘅共同經歷，佢哋係更加有能力，有呢個背景去團結一齊去反對對黑人嘅種族歧視。即係亞洲裏面係冇呢個共同嘅歷史背景嘅，而且亞洲本身自己已經係打到九彩嘅。以前即係中國同附近嗰一紮咁樣去打，或者日本係即係侵略中國之間，亦都有好大嘅仇口嘅。咁而本身你嗰個身份認同，你都好難去認同自己同印度嘅 Asian 係一樣。Asian 群體除咗即一齊用筷子之外，有啲就即係用手啦，筷子都唔用啦。之外就即冇乜一啲好 share 好大家即係共同嘅一啲文化嘅背景或者係身份認同感嘅。即係你會覺得人哋將亞洲視為一體咧，本身就係一種歧視。所以本身你亞洲係好難作為一體咧去反對歧視嘅。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作為移民就一定係嗰個地方嘅少數係 minorities 嚟嘅。一個地方對 minorities 對於少數唔夠友善，唔夠包容，呢個係必然會發生嘅事情。但係如果去到真係種族仇恨、種族歧視嘅人呢，我同樣相信喺文明社會裏面呢，呢個都係會屬於係少數嚟嘅，而佢哋亦都係面臨咧不被社會接納嘅。所以冇乜人會真係好大聲夠膽公開講我係 racist 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好難消除，亦都可能會令到大家心裏面有一啲嘅擔憂、憂慮。如果你係決心要去外地生活嘅話，呢個幾乎係一個必要面對嘅課題嚟嘅。你要俾佢幾大程度上面影響你嘅生活同埋心情呢？呢個就好取決於你嘅心態係點樣去諗啦。希望今日嘅討論令到大家對近日種族嘅問題有所憂慮嘅朋友呢，會有啲釋懷啊！如果中意我條片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你自己嘅經歷，亦都係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